不买的。你听买到吗？回人这样大天马了，这开太大了，对吧？也是老是开。买开睇啊！对。哎呀，佢重哦。回人幾多招啊？但我自己啃買啊。人。嗯。人你話買，你自家買咁地。13。係啊。我到了。咁啲岩坤係嘛咁啊？要咁漂亮哦，60啫。係60嘅岩嚇，執翻岩啦，靚。哎呀，佢結台那個即係做下張，我拿兩張哦。拍埋哦，結撈，端南對吧？哎呀，好看喎呢。可以。要麼買衫啊？買隻翅好靚嘛？我是要麼好睇啊。他的嘛，你說我的嘛？你做到好些就得對。係係。這個都好好睇。師傅買的。你聽買到嗎？嚇？是啊。哇！冇得招啊！你說，我睇你冇說招個啱下。好似係啊，就係呢啲人嗌佢索招啫。係，冇招啊？คนได้招都買招。幾靚嘅款啫？係啊。包裝高。呀，佢越靚，包裝就好誒，買。係吧？便宜嘅都冇包裝嘅靚嘅嘛。肯定的，是原廠的。就是冇便宜把你說嘅買。就是咯，一台嘅。一台意思你會像送嘢你。這話身份啊。啊，你會抽低講嘅。係啊。要怎麼說？要怎麼送嘢？你幫孩子沒攞順撈買。說得回撈。兒媳婦買招咩？唔通說的這個就送。唔係這喲，這不是放下張，這種說唔錯張。別問我張呀。哎呦，放好人家。我可以買份嘅，咩我點我只揾得到？人哋咪使買招板索。哦係啊。啊，唔真買過你啊，係。人哋買幾多招板索得咯？係嘛，唔真買過，買啦，真麻煩啲啊咩？對吧？你咪買到要招公司啊，講啲善款啊，好難得啲。哎，打等等等緊啊講我。係啊。打到咋？當時啊，這個一搶菜乜嘢冇搶菜啊？係啊，都知乜嘢冇知啊？個會說啲呀，兩公知吧？點乜點乜？分兩公咋啲？哎，兩歲，從頭家有搶菜有菜錢啊？我會往那個會員那個大個一上去吧，把人把說的個頭嘅那個分兩公咋你啊？把個說大個多呀？冇就冇啦，拜拜。唔會的咪，你哋。打頭小啦，咪說多兩個人呀。你話我哋這個線啊。我係你愛咪咋哎呀，可以說的咋，沒把你當人說咋。用酒哦，你也說得咯。用酒呀，可以說的。有冇？要開始身上嚟走。哎，唔係，我唔使嘅。啊？我掙錢啊，冇使錢，我哪會做嘅吧？